繼續獨遊第3日嘅行程。尋晚真係超好瞓啊！第二朝8點半左右就去到旅館餐廳食早餐。餐廳連埋我只係得2台客人。早餐不過不失，說不上豐盛，只不過白飯任裝，咖啡無限續杯，算係咁啦。食完早餐，將行李放喺酒店，步行大約10分鐘就去到奇之湯啦。可惜去到嘅時候開始落大雨啊！不過落雨都唔影響浸溫泉嘅，因為反正都濕身噶啦。白濱溫泉係日本3大古老溫泉之一，而當中嘅奇之湯更加係有史書記載之中最古老嘅露天風呂，歷史可以追溯到萬葉時代。日本古時4位天皇都曾經喺度浸過噶。除咗歷史悠久之外，奇之湯位置於太平洋嘅岸邊，形成獨特嘅地理位置。泡湯嘅時候可以觀賞住海浪拍打岩石嘅景觀，浪大嘅時候海水仲有機會湧入泡湯池，又係一種澎湃又療癒嘅感覺。呢一種古老嘅露天溫泉設施相對簡單，喺門口有付費嘅小儲物櫃，而女湯內只係得冇鎖嘅儲物櫃啫，亦都冇任何嘅梳妝設備提供。女湯呢邊有圍牆，私隱度較高。而男湯嗰邊行出少少就有機會俾海中展望塔嘅人望到啊，所以男士們要有心理準備啦。雖然啲雨一直都冇停過，泡完湯我就搭巴士去到 Tori 市場啦。呢度係白濱最出名嘅海鮮市場，好多遊客都特登嚟呢度朝聖噶。而我第一個感覺呢，就係覺得終於去返啲有人氣嘅地方啊，因為呢2日嚟去嘅地方都係冇咩人噶。呢個海鮮市場除咗售賣各式嘅魚生刺身，亦都有手信店同埋吞拿魚表演。見到一條咁大條嘅吞拿魚俾魚生師傅即場劏成一件件，問心都覺得幾殘忍噶，所以俾我食就算啦，睇湯魚就咪搞啦。呢度嘅海鮮全部都又平又新鮮啊！好似呢一碗鋪滿晒海膽嘅刺身飯，只係780 yen 咋。見到啲攤檔用港式中文寫嘅牌仔，都估到應該幾多香港人嚟呢度食嘢噶。呢度除咗可以買刺身即湯即食之外，仲可以去海鮮市場附設嘅燒烤場度即場燒海鮮食。可以買啲已經串好一串串，或者買嘅時候只要同檔主講 BBQ， 佢哋就會幫你處理好晒噶啦。面對咁多選擇，而我一個人食量又有限，我決定豁出去，一於喺呢度食盡佢。喺度 BBQ 只需要俾300 yen 嘅入場費，佢就會俾啲紙碟、餐具同調味料你，仲會幫你透埋爐，咁你就可以自己燒啦。其實成間餐廳只係得我係一個人喺度燒嘢食，不過唔使理人哋咁多啦，自己燒自己食，不知幾嘆。我食咗新鮮嘅帆立貝啦，新鮮生蠔啦，北海道刺身紅蝦，600 yen 有成10幾隻咁多啊！一半用嚟燒，一半用嚟刺身食。當然唔少得鮮味滿瀉嘅海膽飯同超肥美嘅三文魚壽司啦。完美嘅海鮮燒烤點少得飲返杯至 fresh 嘅生啤啊！其實一個人去旅行都可以食得好盡情。視乎你敢唔敢踏出第一步啫。終於要離開白濱出發去京都啦。由白濱直達京都嘅 JR 班次極之疏，一日可能只係得幾班車咋，所以一定要好好計劃時間啊！如果唔係，就會好似我咁經歷趕車嘅驚魂啦。呢一程車要搭成2小時52分鐘，都幾長噶。車廂入邊同樣係冇咩人搭嘅。到咗傍晚6點幾，終於都抵達京都啦。第4日，我會入住京都嘅膠囊旅館，去食居酒屋同超鬆軟嘅 pancake， 同埋會去貴船食夏季限定嘅流水麵。多姿多彩嘅京都真係好適合一人遊噶。